伊就这大道，就是要恢复咱的本性，恢复咱的本体，会当安尼使咱的每一个人的，这个心呢当清净，所以讲呢，这个保卫大道真正是有够好，今仔日呢，我着这个保卫的时间，来遮会当参与咧，咱的新闻呢，当一个，这会使讲非常的好，所以讲咱一寡这个人才啦，是一寡道道新道菩萨啊，诚慈悲，今仔日呢带咱来，咱陪伴，这是真正有够好的，所以讲呢，咱今仔日呢，会使讲倒去思想啦，倒去思想，话呢初遇到，要无咱来到咱的旅游圣堂，咱的圣堂是遮尔啊重要，遮尔啊重要啦，来当的咱的班次呢是到中道的，中道的闭班，所以讲呢，在这个在地呢，这个班次的当中呢，到过头，闭班到时间啦，初次来到咱旅游圣堂呢，会着是咱着参与参观，咱即摆来，大众请起立。新历义和圣堂104年9月20日，明德启会班开始，前道向无极南往行3鞠躬礼，前道1鞠躬，再1鞠躬，3鞠躬，坤道1鞠躬，再1鞠躬，3鞠躬。我们呢，现在呢，以热烈掌声欢迎我们周全仁来给我们支持